再来看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接见日本参议员的访问团哦，因恭喜赖清德当选总统，嘛感谢台湾人捐钱帮助日本石川大地震。赖清德是望讲双方深化合作，嘛强调讲台积电的新本厂利息特别开幕，真感谢日本政府甲国会支持。北村金夫参议员，日本参议员北村金夫甲柯正元带团访问台湾，昨到拜会副总统赖清德，当面祝福其当选新任总统。赖清德表示，个人用选票决定台湾要行向民主的道路，行入世界，也感谢日本伫第一时间的祝福，希望台日双方继续深化合作。正像是台积电上半场利息就要开幕。台湾有真侪晶圆厂要到日本投资，得到日本政府大力的支持。台积电在熊本的投资，现在也决定要新建2厂。那我相信，对台湾跟日本未来的产业合作，共同面对智慧的新时代，一定有重大的意义。同じ政党が3回続けて総統選で勝利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快挙であっ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针对日本的菱田半岛年初发生强烈地震，北村政府感谢台湾人协助赈灾，会让看出台日双方是真正的朋友，患难见真情。赖清德是就科学和平，希望两位参议员和台日双方更加侪支持。因那民进党的立委林楚欣在其举行台湾甲法国国会友好协会、台湾甲波兰国会友好协会成立大会。法国伫即几年参议院甲国民议会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挺台议案。因那波兰国会伫去年93位议员全数通过挺台参与国际决议，拢会让看到台湾甲法国、波兰的长期友谊关系。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so far cooperation. We are in very challenging times for democracie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and it's part of your responsibility to demonstrate that democracies are strong and that they deliver results. 高志瑞强调，台湾毋若是伫咧疫情困难的时阵，甲波兰互相支持斗相共，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台湾也是帮助难民的重要盟友。记者综合报道。